講到改善腸胃發炎同大便偏稀爛嘅問題，就不得不提四神湯啦。相傳乾隆皇帝下江南嘅期間，有4位隨行嘅大臣因為水土不服同腸胃不適而病倒。後來有一位神秘高人用淮山茯苓、慈實同蓮子熬成藥膳俾佢哋食。4位大臣食完之後咧，身體好轉，慢慢就變成今日所講嘅四神湯啦。傳統嘅四神湯一般包括淮山茯苓、慈實同蓮子，而家亦有唔少配方咧會加埋薏仁。薏仁本身咧通常咧係健脾啦同去濕嘅食材，所以加入四神湯後可以進一步幫助身體運化水分。四神湯主要係健脾同去濕止瀉。所謂脾唔係單純指解剖學上嘅脾臟啊，而係包括消化、吸收同埋身體運化水分嘅一套功能。中醫嘅角度講，脾胃功能比較差，水分運化得唔好，就可能形成所謂嘅濕，令人容易肚脹、疲倦、大便黏稠、偏稀或者唔成形。因此四神湯嘅思路就係先健脾，再幫助身體去除多餘嘅水分，從而令大便冇咁水，慢慢變得比較成形。有腸易激綜合症嘅患者曾分享，自己嘅大便長期好似糊狀咁黏稠，飲咗四神湯一段時間之後，大便很快回復正常同成形。就算同腸易激綜合症冇關，一般人亦可以視乎體質，將四神湯作為日常食療，用嚟幫助維持消化功能同腸道健康。